你知唔知道有隊球隊輸波，原來會影響全倫敦納稅人？呢度係倫敦球場 London Stadium， 前身係2012年倫敦奧運主場館，使咗幾十億英鎊興建。奧運完咗之後，政府同主辦方好頭痕，驚場館變成大白象，俾人話浪費公帑，結果揾咗韋斯咸簽長期租約，一簽就99年，租金每年只係250萬至440萬英鎊，降級仲可以減半。門票收入大部分由球會自己袋，暖氣、保安、清潔、草皮維護，甚至連角球旗費用都唔關球會事，全部由倫敦納稅人補貼。即係話對波表現越差，納稅人可能蝕得越多。外界笑稱呢份合約係 Deal of the Century。當年有份入稟反對 West Ham 入主嘅 Leyton Orient 主席都話，自己屋企隻狗都 negotiate 到更好嘅 deal。喺蝕到入獄嘅情況下，負責管理場館嘅倫敦遺產發展公司 LLDC 不得不同韋斯咸打官司，雙方法律糾紛斷斷續續打咗接近10年。而今季錘仔幫都為咗減租出一分力，啱啱先作客以1-3不敵紐卡素，連輸3場，只要熱刺下場贏到車路士，韋斯咸就鐵定降班。即係話全倫敦納稅人隨時一齊埋單，難怪俾 fans 鬧唔配着呢件球衣。如果唔想好似英國政府同 LLDC 咁喺投資同管理倫敦物業時中伏，不妨揾我哋傾傾。